中原工商鋪為你送上最新嘅商廈租售數據同埋竹木買賣成交。3月份商廈買賣成交宗數約64宗，按月上升36.17%，按年下跌25.58%。成交金額約60億1千萬，按月上升315.39%，按年上升262.6%。至於租賃方面，3月份嘅商廈租賃成交宗數約588宗，按月上升78.18%，按年上升5.38%。成交金額約5003萬，按月上升48.4%，按年下跌12.11%。跟住一齊睇下各區嘅空置率。3月份，港島區整體空置率11.67%，按月上升0.03個百分點，按年下跌2.17個百分點。跟住睇下港島各區嘅數據。嚟到九龍區，3月份九龍區整體空置率15.76%，按月下跌0.36個百分點，按年下跌1.26個百分點。跟住睇下九龍區各區嘅數據。我哋再睇下3月份5大竹木商廈成交。第5位，九龍灣第一集團中心21樓全層，面積約14,488平方尺，成交價約1億140萬，平均尺價約7000元。第4位，灣仔軒尼詩道250號全棟，面積約55,677平方尺，成交價約4億1千萬，平均尺價約7364元。第3位，上環299喬亞士全棟，面積約94,416平方尺，成交價約6億1100萬，平均尺價約6476元。第2位，中環中心32、36、37、56、62、76樓全層，面積約151,934平方尺，成交價約26億1900萬，平均尺價約17,238元。第1位，西區干諾道西92至103A 號全棟，面積約30,003,300平方尺，成交價約40億，平均尺價約13,186元。想睇到更多更快嘅市場資訊，可以登入我哋嘅中原工商鋪網站。